僕人敬聽三代經課，6月29號，聖靈降臨後第3主日，列王紀上19章15至16節，19至21節。耶和華對他說：去吧，從原路回去，往大馬士革的曠野去。到了那裏，你要膏哈薛作亞蘭王，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，並膏亞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。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裏走了，遇見沙法的兒子以利沙，他正在耕田，在他前頭有12對牛，自己趕着第12對。以利亞經過他，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沙就離開牛，跑到以利亞那裏，說：請你讓我先與父母吻別，然後我就跟隨你。以利亞對他說：因我對你所做的事，你去吧，然後回來。以利沙離開他回去，宰了一對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給百姓吃，隨後就起身跟隨以利亞，服侍他。今個禮拜嘅舊約經文係記述以利亞逃避危機嘅時候，神重新指引佢嘅使命，命佢膏立以利沙作為接班人。以利沙喺耕田嘅時候被呼召，佢就即刻回應，殺牛燒具，同家人辭別，象徵同舊生活徹底分離，完全委身跟隨以利亞走上侍奉嘅道路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啊。第一，神喺低谷裏面重啟使命同呼召。重複，神會喺人低谷之中重啟佢嘅使命同呼召㗎。第二，回應神嘅呼召需要決斷同行動。我再講一次，回應神嘅呼召係需要決斷同埋行動㗎。第三，跟隨神嘅人要願意放下一切。我再講一次，跟隨神嘅人要願意放低一切。反思問題：當神呼召我嘅時候，我係咪願意即刻順服回應呢？我再問：當神呼召我哋嘅時候，我哋係咪願意即刻順服回應呢？實踐行動。喺呢個星期，為自己同埋一位屬靈朋友禱告，尋求神喺呢一刻對你哋生命嘅呼召同方向啊！我再講，呢個星期為自己同埋一位屬靈朋友禱告，尋求神喺呢一刻對你哋生命嘅呼召同方向啊！讀經分享，今日想講嘅特別字係往大馬士革的曠野去。曠野，記得係曠野，唔係曠野喎。曠 KWONG 3，框框曠，曠野。幾時冇 W 音讀曠呢？就係抗議、抗例。但係又記得喎，剔手邊做個廣大個廣字呢，就唔係讀曠或者曠嘅喎，係讀擴，擴張境界，擴大，擴闊神的國，擴 KWOK 3，擴。記得今日呢個曠野係讀 KWONG 3，曠。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